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这条咱备办心来敬拜上帝。我抬头看山，我的帮赞对倒位来？我的帮赞对上主来。伊是创造天地的主，上主会救你脱离各款的灾难，伊会保守你的性命，日出日入，上主会保护你，对即时直到永远。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，圣诗233首，圣诗233首。至大主上帝，你名是至圣，你将极尊严甲威严来称，开疆枪拿布平，做云来做车，水中安置牢国，迎风做实行。圣诗233首，咱起立吟全首。咱犹原徛伫三甲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，定时假死。埋葬落阴府。第三日，对死人中告我，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，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圣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的相通，罪会赦免，肉体告我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咱来掀开圣经后面启文31篇，圣诗后面启文31篇
也就是诗篇127篇、128篇。圣诗后面课文31篇，1055页。咱三界来启用，厝体若毋是上主建造，建造的人就空空着磨；城若毋是上主固守，守望的人就白白警醒。恁早早起来，暗暗才困，拖磨趁食嘛无采工。上主所疼的人，伊互因好困。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。婴仔是伊的报酬。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，亲像勇士手中的刺。钱地爸爸的人真有福气。因伫城门口甲对敌争辩，拢得到见效。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。遵行伊道路的人真有福气。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，事事顺利，真正幸福。你的某伫厝内亲像熬结子的葡萄树，你的囝儿为你的道，亲像橄榄栽。敬畏上主的人一定遮尔幸福。愿上主对錫安赐福予恁，愿一生看到耶路撒冷繁荣。愿你会看到子子孙孙，愿以色列平安和平。这是咱同心压头来祈祷。这星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伫这时充满着忧愁烦恼的时，我犹原放下世上一切重担，来到你面前敬拜你。虽然阮无法度做伙同心，伫主你的殿里，但主你圣神甲阮三角伫地，互阮无论是伫厝内，或是逐角落，阮犹原用敬虔的心来敬拜主，领受主你换命信息。主你讲，恁心内毋通忧愁，恁来信上帝，也着信我。当即时，阮所面对疫情所发生种种的困难甲问题，我毋知明仔载会如何。每一日只为主我。我无要为将来忧愁，因为阮相信主的应允。我每一日要甲主同行，因为伊知阮头前的路程。伫真侪未来的代志，阮即时袂当识透，但是阮知治水掌管明日，阮也知治水牵阮的手。求主安慰伫即时，因为疫情丧失亲人因艰苦的心，伊伫染疫伫床的患者，互因会当早一日恢复健康。搁较求主大大赐福所有防疫的医护人员，因平安顺遂。想赐气力、智慧，互总统、政府官员因所计划决定一切政策，甲着民间团体、企业同心，因的关键甲疼心，会当互疫情安稳平顺落来，互百姓生活百工百业，一切拢会当恢复正常。信心的确互阮赢过忧愁，信心的确互阮克服一切跨路。感谢主，祈祷感谢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赞美，咱请圣歌队。
感谢圣歌队用好的诗歌，带咱来学乐上帝，恭读上帝话，记载伫马可福音4章35节到41节。马可福音4章35节到41节，汉语本是43页，和合本是52页。马可福音4章35节到41节。马可福音4章35节，迄日已经暗，伊甲学生讲：“咱过来去迄边花。”因离开众人，带耶稣就安尼落船，甲因三甲去，也有别只船甲伊去。报道风大起，应破入船，直到船底要满。若是伊伫船尾倒伫枕头伫困，学生叫醒伊，甲伊讲：“先生，阮要无命，你无要紧吗？”伊就醒即避风，甲海讲：“着静静。”风就煞，也大变定。伊就甲因讲：“恁啥事惊？恁也袂有信嘛？”因就大惊，三甲讲：“即个是啥物人？连风甲海拢顺利。”愿主的话诚做咱逐时的帮赞。讲道今早起牧师所要讲的题目是耶稣伫意啥物？咱恭敬来领受。请兄弟平安，请咱同齐额头来祈祷。听阮的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，来敬拜你，听你的话语，互阮知影，阮是你的囝儿，是你的百姓，是得到你的拣选、你的呼召，来到你的面头前，会当徛在，会当领受。主，阮用阮的心虔诚来领受你所讲的每一句话，诚做是启示，诚做是命令，诚做是你的旨意。伫阮的性命中间，阮知就顺坦你的旨意，对你的话来领受来行，阮的性命才会当亲像耶稣基督同款，会当伫你的救赎的计划内面，伫这个世间活出你要阮活的生命。恳求圣神开阮的耳孔，嘛互阮的心静静来领受，互阮听了有气力去行。愿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，今日早起，咱所要看的、所要领受的，是耶稣甲伊的学生伫海拄着的代志。当耶稣甲伊的学生伫船顶面要过这个海，去到对岸。这个故事其实咱袂生分，听过侪摆，嘛知影所要讲的是信心。总是有当时啊，咱会停伫，这是一个新业。
看伫，这是耶稣基督对上帝遐来得到的身份，就是上帝的囝，伊的权柄，伊的权能，伊搁一摆用伊的生业来，互伊的学生知影伊是虾米人。亲像耶稣的学生所讲的，这个是虾米人？连风甲海拢顺伊，连风甲海拢顺伊。所以咱定定伫这个所在来看，看上帝伊是全能的，看耶稣基督所显现的伊的生业，伫人的面头前来表示伊的身份是上帝的囝。咱嘛对这看见知影，耶稣吩咐风甲海静静，吩咐了伊对伊的学生所要求的，就是真侪咱拢知影的信心。今仔日咱搁要搁一摆来看这个故事，这个事件。咱来看，是安怎爱有这个生业？是安怎爱有这个事件的发生？当耶稣伫这个事件中间，伊讲什么话？耶稣的学生佫讲什么话？耶稣所关心的、所伫意的是什么？抓到中心点，信心，咱就佫较明白，嘛知影，嘛佫较会当看见，就是信心。信心是啥物咧？信心是一个人的心有相信，相信啥物咧？相信耶稣基督，相信上帝。咱讲这是真侪一个人的信心，是耶稣所讲的。恁啥事遐惊咧？恁还袂有信吗？还袂有信。是安怎耶稣会讲这句话咧？当耶稣对伊的学生讲，咱过来去迄边看的时，伊所讲的是啥物？听咱听见，看咱看见，就是一句话尔，就是伫讲咱过来去迄边看。这个迄边看是啥物所在呢？伫马可福音的记载，咱会当看见，耶稣对伊的学生讲这句话之前，伊讲譬如上帝国的譬如，这个譬如所讲的，就是信，就是信心。伊用夜景解释，伊用经济伫大。是上帝的业力，是人毋知影所以然的，总是自然就发生，一直到收割的时，人才多。伊所讲的是灯，爱放伫灯台顶，毋是密起来的。伊所讲的是亲像挂彩经济的神，看起来是上细、上少的。总是大了后，真做互鸟仔歇的所在。这种种的譬如，是真做耶稣教训、指示、讲解，互伊的学生知影的。这譬如伫人的面头前，伊只有讲譬如，总是当耶稣甲学生斗阵的时，伊甲因解说这是啥物意思。详细解说，所以耶稣的学生应该甲耶稣所期待的是同款的，就是已经明白、了解，嘛知影爱倚靠，嘛知影爱有信。对耶稣所讲的上帝国的信，就是对天父上帝的信，甲倚靠。所以对这个信心的功课、教训、讲解，
装备了后，耶稣才讲，咱过来去迄边看。这个海这边是真做神犹太人所徛起的所在。对边花就是迄边花是无神的人所徛起的所在。对大家当看的，对第5章就是第1章，咱会当看见海的迄边就是哥拉森人因住的所在。所以咱看见耶稣伫邀请伊的学生，讲咱对这个花到迄边花的时阵，是对神的所在去到无神的所在啊。这是一个过程，这个经过海，这个海是一个过程。耶稣的邀请，毋是凊彩讲一句话尔，这是对相信到无相信的所在。啥那是对相信到无相信的所在呢？你是一个相信的人，要对一个无相信的人，要安怎来讲你的信？这是一个海。你本来是对无相信到相信。这个学生本来因是讨海人，因为本来有家己的工课，总是当耶稣呼召因来，就群伊、群对伊，甲伊斗阵住、斗阵食、斗阵啉。因知影耶稣所传的是上帝国，因知影耶稣所行的生业，耶稣医病、赶鬼、教训人。这个过程，定定有人伫问：这个是虾米人咧？是安怎伊会当赦免人的罪？这个人是虾米人咧？是安怎伊的教训有权柄？这个人是虾米人咧？是安怎伊会当做这？伊会当做迄？是安怎伊讲伊家己是上帝的囝？人是对相信上帝，到看见上帝的囝无相信，伊是上帝的囝，直到本来对上帝相信出怀疑，因为对我本来相信的物件，即马对耶稣遮讲起来，敢若是安尼，搁敢若毋是安尼，亲像我知影，搁敢若我毋知影。所以，遐宗教的领袖因才会对耶稣来生气，想要甲陷害，因为耶稣的教训是亲像有权柄的人，因明明都知影耶稣讲的是对的，总是甲因甲百姓所讲的、所传的无共款，甲因本来所知影的无共款啊。所以对本来因的相信，直到看见耶稣的时阵，因开始无相信。当耶稣呼召这个学生甲伊斗阵的时阵，是对淡薄仔信，有信敢若无信，甲伊斗阵，一直到耶稣详细来讲解、来说明信心是啥物，上帝国是啥物。这个过程，耶稣的学生的确应该是清清楚楚知影耶稣所讲的神是啥物。当耶稣邀请这个学生上船去到迄边看的时，是对相信满满，看见生业，看见赶鬼啊，看见医病啊。这个生业的种种了后，满满的信，搁甲耶稣去到船顶，要去到无信的人徛起的所在。对顶应该放伫顶台顶来看，咱知影，这个满满的信去到一个所在所显现的、所表明的，应该是互人看见迄个信心的行动。才会当互无信的人来信。所以这个海
这个邀请真做一个过程，什么过程？试验的过程，信心试验的过程。咱看见这个事件，这个信心试验的过程，甲结果是甚物？耶稣伫船的顶面，伊倒伫枕头遐伫困。风影来的时，耶稣伫困。耶稣的学生侪是讨海人，因知影风影有偌大，因知影当时会过，因知影爱惊还是免惊。这个事件，咱看见，这个风影有够大，大到耶稣的学生惊甲毋知影人是安怎安尼讲咧？这个船伫行，迄个风影，迄个水满甲船伫要满。圣经甲咱讲，迄个水入船。滴到船，伫要满。遮个学生，遮个讨海人，因的心甲迄个水共款。迄个水入船有偌多，因的惊吓就有偌多。伫要到满。耶稣的学生惊甲伫要满出来，所以因去甲耶稣叫醒，老师啊，阮要无命，你无要紧吗？讲较直的，就是阮拢要无命，你搁伫困吗？耶稣的学生甲耶稣叫起来，因为因认为耶稣看代志敢若无要无紧。到底要无命，你搁伫困，是伫困啥物咧？你哪会当困甲遐尼好咧？风影遐尼大，你拢无感觉吗？当耶稣的学生甲耶稣斗阵，看见种种的神迹，知影耶稣的权柄，知影耶稣的权，伊的能力，也毋过当水入船，因看见的耶稣是无权的人啊，就是一个无要管因的死活，困到毋知影人，无啥物感觉的一个人。只是耶稣过去的教训，耶稣所行的神迹种种，耶稣医病人。耶稣赶鬼，遮个对耶稣的学生的心，一件一件拢无出现啊。因只有看见耶稣倒伫枕头伫困。当耶稣的学生伫甲耶稣讲：“阮要无命，你无要紧吗？”都亲像咱定定拄着困难的时。咱用所有的困难，想要甲迄个惊吓，亲像迄个水涌出去船外口，惊迄个船会沉去。咱嘛想咱的祈祷，敢若上帝拢无听见。主啊，你伫地是安怎？阮的祈祷你拢无听到，你伫困吗？阮要无命，你拢无要紧吗？耶稣的学生是用安尼心情，用安尼态度伫对待因的老师。因甲耶稣叫醒，因为因认为耶稣袂醒，因认为耶稣无感觉，因认为耶稣无要无紧。就是耶稣敢真正是安尼吗？伫咱的生活中间，咱定定有一件代志，就是开车。若是会晓开车的人，伫开车边仔坐一个嘛会晓开车的，咱就知影发生啥物代志。
定定迄个边仔，就会讲，看车看车，正边正边，吼，倒边倒边，啊你爱踏，你毋着甲吹落去，爱动的啊。边仔人拢比开车的人较紧张，同款的情形哦。咱敢有想过？其实当咱安尼讲的时阵，迄个边仔的人安尼紧张的时阵，失去的是啥物？对开车的人的信任。我会晓开车，你嘛会晓开车，咱面对的是同款的情形。我认为你做了无够好，所以我甲你讲要安怎才会当好。耶稣的学生叫耶稣起来时，其实嘛是同款。因看耶稣无要无紧，无去想到，当耶稣伊困伫船，倒伫枕头伫困。耶稣嘛是一条命，大家拢是一条命。耶稣敢真正无关心，无要紧？耶稣敢真正无伫意遮个人的性命吗？就是耶稣无管遮个人，嘛爱管着家己啊。总是遮个学生伫叫耶稣的时阵，拢无想到遮个，只有想到耶稣，阮的老师无要无紧啊。这是耶稣醒起来了后，对风甲海讲着静静以后，对学生所讲的话。恁啥事遐惊咧？也袂有信吗？啥事遐惊，也袂有信吗？船若沉去，失去的是性命，所以惊啥？惊死啊！啥事遐惊？惊死吗？惊到安尼吗？恁也无信吗？恁无相信我所讲的吗？恁无相信上帝甲恁斗阵吗？恁无相信我是上帝的囝吗？恁无相信过去我伫恁的面头前所行的遐个神业吗？恁无相信我甲恁讲的神是啥物吗？恁无相信上帝国伫恁的中间吗？这个恁也袂有信吗？是一句足叮当的话啊！这表示这个信心的试不及格，不及格。做是学生，佮转来到本来，这是啥物人？是安怎风甲海拢顺伊？耶稣的学生对淡薄仔相信，到相信满满，到经过这个信心的试验，佮转到原点。这人是啥物人？过去耶稣所行的神业，所讲的教训，赶鬼、医病，拢总伫耶稣的学生的心肝头无去了。伫这个事件，咱看见，当耶稣邀请伊的学生讲，咱过来去迄边玩的时，毋是只有一条船，阁有其他的船啊。所以这个风影来的时，若是这条船水特别满，其他的船嘛是共款，面对的惊吓嘛是共款。总是这个船，甲耶稣伫困的船，所无共款的是啥物咧？就是有耶稣，甲无耶稣。咱来想想，其他的人伫其他的船顶面的时阵，因会安怎想？因是毋是会想讲，若是耶稣伫遮，毋知影偌好咧？敢有可能？有可能哦，因为过去当耶稣
种种的新业显明伫人的面头前的时，其实就是伫建立人的心，对耶稣的心，对耶稣的身份的心。所以伫到奉应来的时阵，大家所想的，的确有可能是，若是耶稣伫阮的船顶面，毋知影偌好咧。总是耶稣甲学生斗阵的船顶面的发生的代志，说互耶稣的心失望。耶稣的学生所讲的话是：阮要无命，你无要紧嘛？这毋但是无相信上耶稣的身份，嘛是对耶稣对因的疼的无相信。耶稣对因的疼无相信，这真做分你甲我。耶稣甲伊的学生斗阵的时阵，是咱大家过来去海的迄边看。总是拄着代志的时，真做你甲我，阮甲你，还未过到海的迄边，已经分平啊。这个试验已经互人的心分平了，无甲耶稣同一边，是对无信的迄边去了。这个试验，信心的试验，咱会当去想到，当耶稣受洗，圣神充满，上帝声讲：“你是我所疼的囝，我欢喜你。”以后所发生什么代志咧？圣神带耶稣入旷野去受撒旦的试。是毋是同款呢？圣神的充满，伫耶稣身上有溃烂以后，圣神引带耶稣去受试，受什么人的试？受魔鬼的试，受撒旦的试。试什么？试身份。试什么？试腰霸，腰霸。试官兵。当耶稣受试的时，魔鬼甲讲：“你若是上帝的囝，你就会当甲这个石头变做会当食的面包。”总是耶稣的回答是啥物咧？人活咧，毋是靠食米尔。是靠上帝所讲的每一句话。人面对着性命交关的事，所爱得到的，毋是用人的方法尔，毋是用方法啦。当遐个讨海的学生，因用溃烂。想要甲这个船伫风影的中间稳稳啊行，迄是用偌济溃烂，迄是人的溃烂。做是耶稣要讲的是啥物？人的性命面对着生甲死的时，困境的时，你无法度的时，你爱知影，毋是只有即种方法啦。真正的方法是在伫赏赐你性命的上帝啊。是伫上帝话啊！人要活，毋是活靠胖才会食米，是活靠上帝话，是对创造天甲地讲爱有光就有光的迄个上帝。当魔鬼甲耶稣讲。你若是上帝囝，你对遮跳落去，的确有天使要甲你接咧，袂互你死。这是身份
你若是耶稣的囝，你若是上帝的囝。当伫尊顶的时，这学生心肝头所想的、所受到的气，减嘛毋是安尼吗？恁若是甲上帝的囝斗阵，恁的确应该是无代志。也毋过你看，风影遐尼大，水入船就要满出来咯。恁敢真正甲耶稣斗阵吗？甲恁斗阵的，敢真正是上帝囝吗？若是，伊敢真正疼恁吗？你看，伊倒伫枕头遐伫困啊！这是魔鬼的声，遐个惊吓真水的魔鬼的声。耶稣甲魔鬼讲，袂当试耶和华上帝。这是真做完全的相信，我毋免去试，我毋免去试上帝会疼我袂疼我，我的身份是就是，毋免来证明，因为我就是。今仔日我若真做去试上帝。的确，就是我家己无相信，我是对上帝遐来的。我家己对我的身份有怀疑，总是我无，因为我就是对上帝遐来，毋免去试上帝。耶稣所讲的是这啊。当耶稣伫对伊的学生讲：“恁惊什么咧？恁也袂有信吗？”恁无相信，我医治别人，我嘛医治恁吗？恁无相信，当我救别人的时，我嘛会救恁吗？恁无相信，我看人的性命遐尼珍贵，遐尼宝惜，我看恁的性命敢会无要无紧呢？恁无相信，我甲恁伫地。就是上帝甲恁伫地嘛。过去的种种生活、遐个生业、遐个教训，恁拢无相信嘛？恁是安怎怀疑我对恁的疼？是安怎怀疑我甲恁斗阵？恁啥物拢毋免惊。当遐个百姓因犯着鬼，因犯着病，因拢知影要来找耶稣。因所求的是因为因相信耶稣会医治因。总是耶稣毋但是医治，阁赦免因的罪，互因最的疼。赶鬼毋是为着要表示我是上帝囝，我会当甲鬼赶出去。耶稣伊赶鬼的目的，是因为这个人受到捆绑，我要甲伊讨绑，互伊得到自由，互伊成做一个上帝本来要互伊活的迄个模样。迄个是上帝所赏赐的性命，毋是你这个鬼会当凊彩来对待的，无这个代志。对后一章，咱看见当耶稣讨绑哥拉新人，迄个犯着鬼的人的时，耶稣的心情就是安尼啊。当耶稣甲鬼赶出来的时阵，鬼讲伊要去甲猪仔遐2000只猪仔一群啊。耶稣无看遐个猪仔最珍惜。耶稣看的是这个人的性命。耶稣讲好，准，恁就去遐。总是人伫无相信耶稣、无相信上帝的一个所在。因所看到的是甚物咧？因所看的毋是人的性命，因所看到的是遐个猪仔。这个猪仔是我的生活，这个猪仔是我的财产。当因看见这个犯着鬼的人伫因的中间，
真做一个好好的人，穿好好的衫，坐伫遐的时阵，因的心是安那惊吓，哪会发生遐尼这件代志？是安怎？这个人本来犯着鬼，即马好好伫遐，因无欢喜啊。因爱耶稣离开这个所在，免得阁失去什么物件。因爱耶稣离开这个所在，免得失去因生活中间因所看要紧的物件，看要紧的代志。毋是人的性命，毋是人得到头棒，是我的猪啊，我的钱，我的生活。当耶稣的学生伫问耶稣讲：“阮伫要无命，你无要紧吗？看到的是啥物？我的性命，我的身躯，我就要死了。你拢无要紧吗？”当这个无信的人所看到的是，这个人犯着鬼，迄是伊的代志啊。你要甲救，嘛毋免用着阮的猪啊。你是安怎爱用阮的财产来换这个人呢？你离开好啊！同款是性命的事，我的性命、我的生活比伊的性命、比伊的生活搁较重要。分平去啊！本来拢是同款一群人住伫遐，是兄弟，无得靠，阁是亲人，总是无人欢喜。咱看见相信甲无相信，这边欢到迄边欢，所表现的是啥物咧？是我甲你分平，毋是咱斗阵。耶稣讲，咱过来去迄边欢的时阵，是咱，毋是恁带我过来去迄边，是咱斗阵去。这个咱真做当恁拄着困难的时，恁拄着风险的时，毋是恁拄着，是咱拄着。咱同齐伫遮，咱拢伫船顶面。是咱啊，总是耶稣的学生惊吓的时，所想到的毋是耶稣甲咱斗阵，所想到的是啥物？阮伫要无命，你无要紧吗？你无要紧吗？这是耶稣对因的嘴所讲出来的老师，毋是尊敬的老师啊，是你做啥物老师？你是安怎对阮的性命无要紧呢？当咱的信，当咱对上帝的信，那拄着刺的时，拄着风险的时，拄着困境的时，所想到的是：上帝啊，你无要无紧吗？你无看到我的苦吗？你敢毋知影我艰苦到你要死啊？安尼，咱所讲的话，就亲像甲耶稣的学生共款。你也袂有信吗？猪啊，所表现出来的，真做世间的生活、财产、钱财啊。当魔鬼上尾一个甲耶稣饲的，就是你若拜我，这个拢总是你的。总是耶稣所讲的是啥物呢？你着敬拜你唯一的上帝耶和华。耶稣所表明的是啥物？拢总是上帝，上帝所想事的就会有，上帝无要想事的就无，毋是你魔鬼讲准算。你就是你魔鬼所讲的，所提出来的条件。是真正属伫你的吗？无啦，这个拢毋是你的啦。若是无上帝，若是无上帝所想事，拢总无。耶稣甲魔鬼所讲的是安尼。
当耶稣看到这个犯着几个过来新人的时阵，伊所看到的就是性命是上帝所赏赐的，是上帝所赏赐的，是上帝所伫意的，是上帝看了关心的代志。猪仔算什么咧？钱财算什么咧？才会敢无比这个人的性命受到捆绑较轻吗？这个人受到捆绑是遐尼艰苦的代志，是安怎？恁就想到恁的生活尔，恁就想到这个猪仔尔。猪仔死了后，佫饲就会大汉。上帝赏赐猪仔，就会佫生佫侪猪仔。这个就亲像耶稣伫讲，种子伫布艺伫长大，人拢毋知影是安怎发生的，总是收割的时就知影。这是上帝立意，上帝宽bình，上帝是全能的。这个拢总是上帝的。人要生活，人的性命要活咧，身躯要拄着健康也是病痛。上帝有权能，上帝知影人需要什么。猪仔所带出来是生活的稳定，是钱财的稳定，是人的心的稳定。总是耶稣要讲的是什么？你唔通甲恁的心、甲恁的性放伫猪仔的身上啊！恁爱放的、爱知影的是上帝，是上帝赏赐猪仔才会生猪仔，是上帝互人性命，是上帝互恁有性命，恁才活伫这个世间爱生活。所以恁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，上帝的确为着恁准备好啊。所以要看的，毋是猪仔，毋是生活好也无好，所爱看的是受着苦的迄个人，受苦的迄个人，伊的性命，才是咱所爱看到的。对这，咱不免嘛会当反省一件代志。最近疫情的关系，疫苗，咱所要看的是疫苗。也是人的性命。当咱伫找、伫想起，有人用特权生住的时阵，所想到的是啥物？你是安怎会当生住？恁爱无照无来？所要讲的，敢真正是安尼代志吗？其实所要讲的，就是我比你搁较少机会活咧啊。你的命嘛是命，我的命嘛是命，是安怎？你爱大声，我袂当。天书规矩拢爱照无来，无毋对。总是当大家伫讲这个特权的时阵，敢真正是伫讲规矩？敢真正是伫讲天书？也是计较的事。你的命甲我的命是安怎？你要生的？你甲我分平咯。咱拢无想着讲，不管什么人注着这个疫苗，咱就加一个安定的机会。对，犯规矩是毋对的代志。总是咱爱知影，咱的嘴所讲出来的话，心肝头所想的真正的动机是啥物？我真正所生气的是啥物？我计较的是啥物？是你的生，甲我的生。是你有活命的机会，我就无活命的机会啊！咱甲所有的欲望放伫猪仔，放伫疫苗。放伫生活，放伫所有的方法，咱无甲欲望、信心放伫赏赐性命的上帝。若是安尼，咱所信的是啥物咧？咱所信的是啥物咧？咱所要传的，佫是啥物咧？
咱若是无信，耶稣甲学生伫同一条船顶面。耶稣的学生无相信耶稣的时阵，耶稣甲因斗阵真做啥物咧？其他的船顶面的人，若我这条船边啊，敢无听见这个话吗？信心亲像灯，爱放伫灯台顶面，互人看见。当遮的学生落船了后，因敢袂讲遮的代志，讲遮的过程吗？会。当因讲了，其他船顶面的人，因会安怎想咧？迄当阵，阮就甲耶稣叫起来，甲老师叫起来，讲。阮到底要无命啊？你拢无要紧吗？伊就惊一个神爷，听起来敢若是耶稣惊一个神爷，介厉害，风影拢顺伊。总是听到的人听到啥物？迄是你的老师呢？你拢安尼甲伊讲，阮是遐尼相信伊，结果恁是伊的学生。恁说安尼对待恁的老师，这学生所表现的信是啥物呢？咱诚做基督徒，诚做上帝的囝儿，咱就亲像灯共款，伫灯台面，人看见咱的行为，看见咱甲上帝的关系，就看见咱的信。信心。毋是信伫头下，灯毋是放伫阮目的所在。信、相信、倚靠，毋是伫心内无看见，是会透过话、透过行为，互人看见。当咱面对困境的时，面对着生甲死的时，面对着基督无看见上帝的回答的时，咱所讲出来的话，我基督遐尼久，上帝拢无听。越头去甲别人讲，你爱相信上帝，上帝是听基督的上帝。亲爱兄弟，当咱安尼伫传的时阵，甲咱安尼伫讲的时，拢伫别人的耳孔内面啊，拢伫别人的目睭头前，亲像灯共款。这个灯是伫要火去啊，也是有光，有上帝的光。伫这件代志内面，耶稣伫船顶面，自头到尾，上船到落船，耶稣拢甲伊的学生斗阵。上帝讲：“我是阿利法，我是欧米伽，我是起头，我是落尾。现在伫地，早时伫地，未来也伫地，永远拢伫地。我是全能的，我是想死活水的，无阁有死亡，无阁有死神，无阁有目屎，无阁有艰苦。因为我上帝是要互恁到一个新的天、新的地，要甲遮的拢总除去的。我是起头，我是落尾，是自头到尾拢掌权的。我是全能的，我是恁的上帝，我是恁的爸。亲爱兄弟，风影亲像咱伫世间拄到的刺，这是信心的刺。当一个基督徒亲像耶稣受洗了后，圣神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听到道，
听到上帝话，咱的心应该是满满的。当咱的心满满，咱的气力满满的时，就会拄着气，拄着信心的气。看咱相信上帝有偌济，咱敢知影咱所信的是甚物人？甲耶稣共款，拄着的刺是生分的刺，是巴肚枵，也是巴肚饱的刺，是生活，是权势的刺。你敢知影你所信的是甚物人？你敢知影所有的权势，世间拢总所有的是上帝伫捏你？咱甲耶稣的学生共款，伫船的顶面，拄着风影是共款的。其他的船顶面因无耶稣，因无相信的，因有怀疑的，嘛甲咱同齐伫这个风影的内面。咱的行动，咱受刺，因敢无吗？伊伫咱的受刺的中间，看见上帝伫倒落。咱受刺的时，就是伫表明上帝佫伫倒落。得胜的人会当入天国，对上帝遐得到冠冕，得到永远活的性命，甲上帝永远斗阵。得胜的人啊，赢过刺的人。当咱认为咱无迄个气力赢这个刺的时阵，就是伫甲人讲：我无相信耶稣基督，我无相信我的身份，我无相信上帝关心我，我无相信耶稣赐予伫人的性命就是我的性命，我无相信。唔通停伫这个所在。这个人是虾米人？就爱赢过遮的。耶稣讲：世间有苦难，总是恁唔免惊，我已经赢过了。诗篇甲咱讲，有人倚靠车，倚靠马，总是咱爱倚靠的是甚物？是耶和华上帝的名，是迄个名吗？也是迄个关系？是身份。我爱倚靠的是我知影，我对上帝遐来。我爱倚靠的是我知影我的身份是上帝的囝儿，是上帝的百姓，是一个基督徒。我所要活出的，是亲像耶稣所活的迄个性命。伫这个世间有苦难，总是耶稣讲伊已经赢过这个世间所有的苦难。真做一个人，伊赢过魔鬼的刺。咱真做一个人。犹原嘛会当倚靠上帝所予咱的性命，上帝所予咱的身份，上帝的权势，赢过遮的刺，赢过遮的刺。这是咱所爱面对的人生，世间的生活，咱唔通一直看迄边花，遐的枝仔失去。无彩，咱所爱看到的是人受苦的时，耶稣所赐予的是甚物？耶稣所赐予的是人的性命，是人的受苦，是耶稣的学生的性命。所以耶稣甲因斗阵。咱伫甲主日学的学生，拢有一首歌是安尼唱：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，不怕风浪。
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，直到安的天家。主伫船顶面，咱毋免惊遐个风影，一直到转到天顶的厝。伫世间的生活，亲像伫船顶面，目标毋是经过这个风影，目标是天顶的厝，目标是转到爸，甲咱传的道。通过什么呢？通过人死的时，面对着上帝，咱就知影，咱是毋是得胜的人。是毋是会当伫上帝国内面得到上帝欢喜的人？信心的刺，风影的刺，耶稣所关心的是啥物？耶稣所伫意的是啥物？咱所关心的，甲耶稣所关心的同款吗？毋望咱的心真正知影，咱所信的是全能的、掌权的耶和华上帝。透过耶稣基督，伊已经赢伊的救赎。咱相信这件代志，咱嘛领受，咱有迄个困难会当赢过遮的，一直到天顶的厝。一直到上帝，咱的爸，甲咱准备的厝，伫遐欢喜，伫遐同坐道。咱同齐仰头来祈祷。听阮阿爸爸上帝，伫你的面头前，阮知影，阮是你的囝儿。当阮的嘴喊你是阿爸，阮知是圣神甲阮伫地，互阮知影这个是事实。当阮讲你是阮的上帝，阮是你的百姓，因为阮知，阮爱顺坦你的话，顺坦你的旨意。这个是一个顺坦的关系。过去、即马到未来，你拢掌权。你看见阮过去的需要，过去的信有偌济，你嘛看见即马阮的信，拄着这个困难的事，拄着最艰苦的事，阮的信伫倒落。你看见阮的目睭，阮的心所伫意的是啥物？阮要甲耶稣同齐，去甲迄边看，对无信到信，对相信带满满的信，去到无信的所在，互无信的人真做信，真做倚靠。阮要定心，搁来反省过去阮的性命，伫你面头前，阮倚靠你偌济。即马阮阁要用偌济来倚靠你，恳求圣神帮赞，因为圣神是永远甲阮伫地。阮相信圣神会帮赞阮，伫未来日子，透过耶稣基督救赎，赢过世间所有受捆绑的情形。嘛，互阮的目睭看见受苦的人的时，阮伫意就是耶稣所伫意的。阮所关心的，阮看重的是耶稣所关心看重的，也就是爸你所意爱、你所伫意，人得到我。主，你是阮的主。阮伫你的面头前，要得到赦免，因为阮的心无够硬，亲像学生共款，拄着困难的事分辨咯。求赦免，互阮有
新的机会，每一届拄着试的时，拢会当想到主你甲阮伫地，阮会得到我。感谢听阮的祈祷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咱感谢牧师通过上帝的话，互咱真好的勉励，应答上帝的话。即时咱要来吟圣诗574首，圣诗574首。明日只有信靠主，艰难中也信靠主。虽然我的信誉真浅，信靠主就得稳定。时时刻刻信靠主，日子快过信靠主。无论啥事得包围，信靠主就得有惠。咱三个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坐。即时我来报告。报告的事项，真久无看到大家非常的笑脸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互咱无法度同心组织伫主的圣殿来敬拜上帝。但是伫这段时间，咱真感谢咱教会的牧师、同工圣歌队兄姐，因辛苦的配合来制作录影，互咱有缘会当伫礼拜日同这个时间，伫咱的厝内，或者是逐角落，会当相甲
同心来敬拜主。咱真感谢因的辛苦，愿主纪念因所做的工。这个疫苗真仔开始已经咧注射，咱关心着咱教会兄弟，尤其是长辈的。如果你若无有过敏的问题，或者是食药的问题，咱紧紧来注这个疫苗，来保护咱家己的身体。若有疑问烦恼的，你会当请教你的医生。这段时间咱大家拢真辛苦，咱配合着中央的指示，咱遵守着一切防疫措施，互咱生活真无舒适。但是咱犹原迫切祈祷，互主求主，互咱的这个疫情会当紧紧来过去，恢复到一切正常的生活。报告事项，咱内容甲顶礼拜相款，请咱兄弟家己来看。圣讲的事项，后礼拜讲道是林牧师，书会是黄明义长老，司琴是刘老师。咱来看这礼拜金句。有人挖靠车，有人挖靠马，独独我要讲起耶和华我上帝的名。诗篇20篇7节。有人靠车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诗篇20篇7节。下面补充公道，咱请牧师。咱同齐进入公道的事项。亲爱的主，你知影，阮的行行，总是阮也有听见你的声。恁惊的是甚物呢？
主啊，你知，阮所惊的是无命，是伫这个世间无性命。总是你爱阮去想的，毋是世间活的性命尔。所爱想的是永远活的性命，是甲你同齐斗阵的性命。主，恳求你掠阮掠掉咧，亲像你甲你的学生同齐伫船顶共款，倒伫枕头伫困，互阮的心相信，毋是伫困，是因为已经掌权了，是因为毋免惊，所以会当放心。互阮的倚靠成做真正的倚靠，互阮伫这个世间拄着毋若是这个疫情，拄着所有的困境的时，阮知阮所信的是甚物。阮知阮的性命、阮的身份是真做被上帝互阮的。透过你伫世间的生活，你的模范，阮嘛要安尼来行。阮知你甲阮伫地，因为圣神甲阮永远伫地，时时提醒阮伫上帝面头前，真做宝贵的，真做要救赎的。阮嘛无看阮家己的性命，无顾别人的性命，因为在伫你所有你所想事的性命，你所救赎的性命，拢总共款是性命。主啊，你听见阮的祈祷，你听见阮的求讨，你嘛伫教示阮爱相听。毋若听阮家己，嘛听遐个染着病的人，抑阁毋甘因的家庭，嘛，互阮知影，阮拢伫船顶面，互阮确信，你无爱阮每一个人拄着失去性命的代志，阮着完全的倚靠。阮甲所有阮所烦恼的代志，阮所伫意的，摆列伫主上帝面头前，因为阮知，毋是阮会当做啥物，就是阮做了侪嘛无够额，拢总爱转来到主上帝面头前，看见家己的身份是对主来。看见家己的性命是对上帝来，是对主的救赎来。看见家己会当亲像种子共款大汉，一直到会当收割。谦卑伫主上帝面头前，因为阮知阮是囝儿，受着照顾；阮知阮是百姓。应该爱顺坦之意，阮知阮是学生，应该爱跟地你的脚步，帮助阮活了，搁较亲像你，互阮掠你的心做心，掠你旨意的做阮所旨意的，互阮伫爸上帝面头前得到欢喜。阮同心安尼祈祷，是奉靠主上帝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萨迦利吟圣诗401首，圣诗401首，愿全能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，愿赐平安，完全平安，坚心勇敢度万难，夜目仰望主的面，享受恩典永无尽，愿全能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。圣诗401首，咱起立萨迦利吟。愿全能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，赐平安，完全平安，坚心勇敢度万难。主的名，享受恩典永无尽，完全能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。愿全能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，赐平安，完全平安，坚心勇敢度万难。也把仰望主的名，享受恩典永无尽，完全能主上帝保守赐福永无退。愿天父上帝听叹，阿里法欧米伽的上帝，甲耶稣基督救赎，圣神的提醒，永远甲恁伫地，对创造恁的时，一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